讲到今年的春天比较较无雨水，电到雨笔的品质更较好，而且产量也比去年更较济，咱也赶紧做伙来去评芳一下。拍开饲芳的箱啊，检查芳味的情况。伫家己饲芳超过40档的淡水通讲，家己馆总算有芳味的评价，会当互人知影在地国产味。足侪人唔知会当倒位会当买到好味啦，所以咱透过这个平台了后，大家咱一寡消费者就较会来找咱安尼。够雄鼎的，咱在农会会配合集齐集哈，让这个蜂蜜呢，让我们的所有台湾的乡亲呢，在购买跟选择的便利上呢，会增加我们蜂农的这个销售业绩。家己馆目前的蜂农有103户，有登记的蜂箱啊有1800箱左右，而且有愈来愈侪趋势。为了鼓励蜂农提升蜂蜜的生产，县政府甲县农会举办第1届蜂蜜评价。我们县政府这边能够帮我们这样推广我们优质的龙眼蜜，这样对我们蜂农当然是帮助会非常大。今年的蜂蜜数量，然后品质都很好，然后产量也有所增加。这样，县农会表示，今年林景甲奶基的花因为无雨水开了真好，然后蜂蜜的品质产量比过去更加好。透过专业评鉴甲未来的推广，希望会当倒牵起饲蜂产业的发展。记者林伟霆，家己报道。